迄阮家己的阮的声，特别是用阮的敬虔甲感恩的心来演出好的诗歌。无论是敬拜赞美的名诗，无论是圣歌的，主啊，阮所唱的诗歌，会当听着天使的声，会当摇动安慰，鼓励人伫你面前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你。阮将今仔日的思维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甲阮同在，甲伊同在。互伊所供读的上帝你的圣经的话，会当亲日出的光，照伫人的心。你要永远的听来听阮，主你看阮做宝贝，看阮做尊贵，主你实在是，阮伫你的面前要感谢有了你。愿主耶稣，你将即种永远的听，就是无放肆的听，放伫阮的心内。愿你一生用这么的听，咱就常常充满积极，充满疼人的心。求天父上帝，你用这个听伫教会内底来充满。愿天父上帝，你用每一个今仔日来追求你的阮的兄弟姊妹，因亲自对圣神的帮助中间来认捌耶稣基督听是神。主，我要伫你面前将这间教会交伫你的手中，你用你的听来改变这间教会的心思意念，改变我的态度，改变我的体质。求天父上帝，你将圣神放伫阮的中间，互阮亲像约翰。阮会当真正知影，跟耶稣讲，恁挑阮到底是神。阮将即间教会交伫你手，愿主你伫今仔日的礼拜对人讲话，愿咱来恳求基督我得所圣名。阿门。平安。我感觉上帝伫阮的生命中是足幸福的代志。有时阵，阮伫生活中会拄着死志，也是困难，但是上帝常常用伊的大能的正手来帮助阮，互阮继续行落去，互阮做伙来唱叫我抬起头的神，来做伙讹乐上帝。耶和华是我的主，
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一生。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的帮助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一生。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一生。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守护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你公义审判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施恩典，一再施怜悯，让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主啊，
啊，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所想象的。这样大有能力的主，把我捧在心上。主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无以报答。愿用我的生命来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现在就让我们再唱一次《你的爱》。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守护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地上苦痛。你公义审判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握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握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最后一首我们来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了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创世之前开始提升那丰盛的慈爱，接着我们的相遇，结出了果子，在这世界上凭着你宝贵的存在，这是带给我们那无比的喜乐。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现在仍
接受那丰盛的慈爱，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也谢谢你从过去到现在用那丰盛的慈爱深深地爱着我们。现在要开始礼拜了，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可以专心地听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恁着用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用耶和华唱歌，着用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贺乐。这只是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咱起立吟全首。
愿徛伫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12日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妹，请坐。这是请咱做伙来献开启应文38篇，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文38篇，我实属话讲人甲天使的音语。若无真爱，我就诚做响会动去弹的喇叭。我实属做先知，明白朗诵的奥妙甲朗诵的才华。佮实属有招庇的神到夜来移山。若无真爱，我就袂算做是甚物。我实属尽所话来真济，佮献我的身躯互火烧。若无真爱，我就袂得到利益。恁爱是高宽容慈悲，真爱是无关口，真爱无关口，无偏颇，无行见效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受气，无记得人会歹。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相甲欢喜。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吞忍。恁爱永远袂无去。若是先知的节要废除，才的言语要煞，灾难要废除。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完全的若到，无完全的就废除。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已经承认就废除囡仔的事。因为咱搭对镜在看，无无无明。若是到迄时就当头对。我搭所在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仰望、仁爱这三项。其中第一大是仁爱。阿免。现在即时，请咱搁做伙来吟圣诗，圣诗397首。耶稣听我，我知命，请咱坐底吟全首。主耶稣。
底只是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慈爱保守甲看顾，伫圣主日，互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阿罗你。感谢你听阮，伫阮还未认捌你的时，你就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想使阮有平安、愿望甲喜乐。圣神成做阮每一工生命中及时的帮衬，互阮因为认捌你来心满意足。阮为着所领受一切祝福来献上满满的感谢，恳求主继续赏赐阮有够额的信心甲勇气，面对阮伫生活中拄着的困难甲挑战，看顾伫艰苦病痛试炼中的兄弟姊妹，圣神甲每一位呼求你的名的囝儿同在，求圣神保守阮的脚步，坚固阮的信心。通过你圣经的教示、牧师的分享，互讲的、听的，拢得到福气。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这是俄勒请圣歌队。
现在即时，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今仔日要看两位的圣经，第一位记载伫以赛亚书43章第4节。以赛亚书43章第4节，因为我看你最宝贝、最尊贵，搁因为我疼你，所以我互人替你，互列国的人替你的性命。第二位，搁来看新约圣经13章第1节。约翰福音13章第1节。搬过节前，耶稣的时到，已经疼伫世间属伊的人，到尾也疼因。以上证得耶稣的疼，请曾牧师。主所听的亲爱兄弟姊妹，耶稣听你。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享受主耶稣将伊的疼放伫咱的生命中间。大概100年前伫瑞士，有一个主日的囡仔，伊伫成长的过程顶悬，伊的老母真疼伊，所以老母就甲伊讲：耶稣听你。后来，这个人，这个囡仔渐渐大汉。伊成做全世界足出名的一个牧师，伊写真侪有影响咱的册。到伫年老的时，有人问伊讲：牧师，敢会当请你用足简单的话来甲我讲你的信仰？伊真谦卑，伊微微啊笑，伊就拍开圣诗，就是今仔咱所念的第2条圣诗397首。耶稣听我知命，因为记载伫圣经。所听的兄弟姊妹，如果你的囡仔若问你讲：妈妈，耶稣的听是什么？兄弟姊妹，你敢有法度真清楚甲伊讲，耶稣的听对你的生命的意义？所听兄弟姊妹，这个牧师细汉的时阵，因为伊的妈妈将耶稣的听讲互伊听，伊到世间的落尾，当人问伊讲：牧师，你敢会当用足简单的一句话甲我讲，什么是你的信仰？这个牧师对心中真肯定。当伊足细汉做主日的囡仔时，伊的妈妈带伊唱一条圣诗。这条圣诗成做伊一生的经历。我知影天父上帝听我，因为伊记载伫圣经。愿主的听亲近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一生的中间，特别通过你来祝福你的囡仔。所以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牧师盼望我会当卖讲道，我只有用祈祷，求主耶稣听恁到世间的落尾。阿门嘛！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要讲起你的疼，无简单，因为你的疼长阔关深。主耶稣，你的罗卜怎样会通讲起你这样伟大的疼？独独只有恳求圣神来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向你拍开心门，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需要你的，我的兄弟姊妹。主耶稣，你有安尼应允讲，你听见了属于你的，到世间的落尾。你将天父上帝应允，就是今仔日的金句讲，我要用永远的听来听你。你嘛甲阮讲，因为你听阮，所以你看我做宝贝，看阮做尊贵。主耶稣，阮将所有阮当信的兄弟姊妹，无论是囡仔，无论是老人，恳求主你伫今仔日的礼拜，用你的听来充满阮的生命。阮恭恭敬敬安静，将阮的心门向你拍开，求圣神将今仔日的信息讲予所有阮的兄弟姊妹听。愿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听兄弟姊妹，
这礼拜牧师有一个事奉，要伫全国的爱修会内底来讲起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这段圣经中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仔日咱的礼拜的第一句。耶稣讲：“我听见若属于我的人，我就听伊到底。”意思就是我要听恁到世间的落尾。今仔日咱有3句的金句，亲爱的姊妹，唔通袂记得今仔日咱所读新约、旧约以及今仔日的金句。这3句话拢咧讲起天父上帝听咱，因为主讲我要用永远的听来听你。说使我哪会当？我渴望今仔日我莫用人的话来对恁讲道，我会当对头到尾，都只有为恁祈祷。因为耶稣的听真困难讲，咱感受会到，咱知耶稣听咱，但是有时无简单讲出来。就亲像有一本册，伊的册名叫做《我怎么能够写出玫瑰花的香味》。我再讲一摆，大概10几年前有一本册叫做《我怎么能够写出玫瑰花的香味》。兄弟姊妹，那你的囡仔问你讲，爸爸，玫瑰花的香味，甲桂花的香味有啥物无同款？亲爱的，这你敢讲会出来？香味。闻会到，咱知影，咱一闻到玫瑰花的香味，咱就知影这是玫瑰花，这是经验。但是咱无简单讲出来，敢毋是？伫今仔日咧准备这个礼拜的时阵，我真正知影讲，我会当用人的话，用解说圣经的角度来甲咱讲耶稣的听是什么。但是我知影，这种的帮赞对恁来讲，犹阁无够强，所以对头一届我决定这个经文要甲咱分享今仔日这礼拜的信息的时阵，我就知影我应该为恁祈祷，求天父上帝互恁一生享受主耶稣基督的听。伫网络顶悬所有的兄弟姊妹，伫礼拜堂听所有的兄弟姊妹，咱会当无听上帝，但是咱袂当无上帝的听。我阁讲一摆。咱会当无愿意，还是讲唔甘愿听上帝，但是咱唔通无失去上帝的听。上帝的听是白白互咱的，唔是因为咱听伊，所以才听咱。上帝的听会当改变咱的生命，有真多的影响咱。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约翰，咱甲彼得，咱甲保罗，咱做伙来学习，什么是因所见证。耶稣基督的听，约翰福音13章第1节，是耶稣伫伊要离开世间的最后一暗，伊所讲的讲道内底的第一句话，伊讲：我要听恁到世间的落尾，我听恁到底。约翰听了这句话，但是其实伊并无了解。后来需要一段时间，甚至几10年，约翰才将伊的约翰福音书写落来。约翰福音书第3章16节，伊讲：神爱世人，甚至神爱世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子赏赐予咱。所以，兄弟姊妹，约翰听到耶稣讲：我要听恁到世间的落尾。迄个时阵，伊并无了解。后来，当耶稣搁活，伊看到搁活的主耶稣。后来，当耶稣甲彼得讲：你有听我也无？约翰伫耶稣所讲的话中间，伊忽然醒起来。耶稣甲我讲：伊用永远的听来听我。所以，兄弟姊妹，愿今仔日的圣神，伊所讲的声音，比牧师更加清楚，进入恁的生命中间。所以，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感觉无人了解你的心声，如果你若感觉你真孤单，如果你若感觉你的生活这份的听是无完全，亲爱的姊妹，你通为你的心祈祷讲，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求你将这份的听放伫我的心内。牧师今仔甲阮讲一个主基督的囡仔，后来伊大汉了后，成做上帝你中央的路棒。主耶稣求你，互我有能力，通甲我的囡仔讲。耶稣听你，
因为明明记载伫圣经。所以兄弟姊妹，做礼拜毋是听讲道，做礼拜是享受上帝伊的听，伫咱的生命中间。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圣经甲咱讲，咱嘛甲耶稣做伙同齐伫这礼拜堂中间。咱听耶稣所讲的话，咱伫伊的面前问耶稣讲：耶稣，我到今仔日对你的听，还阁无清楚，莫失志。因为甚至彼得看到哥我主耶稣，伊也无清楚耶稣咧问伊讲：你有听我也无？当然无需要甲咱解释讲为什么我安尼讲。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伫教会出去遐尼久，无拄拄咱听会清楚阿爸天父上帝的声。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主耶稣伊毋是用讲话，伊静静将伊的手伸出来。花伫咱的心头，兄弟姊妹，咱阿落甲看，耶稣这双手有互钉仔钉过，流血的空喙，这代表什么？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来听耶稣伫今仔日甲咱讲。耶稣伫迄南伊讲真侪话，伊讲：当我要离开恁的时，我的心里面百感交集，我的心内有足侪种的话想要甲恁讲。我想要甲恁讲，但是恁今仔日听，恁无拄拄会了解。所以兄弟姊妹，拍开心门的人就听会了解，拍开心门的人就得到耶稣的听。无心的人就永远听无耶稣所讲“我听你”这句的意思。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每一摆我就问你的事。主互我真清楚听到你所讲的话，因为你所讲的话是你不得不讲的话。耶稣到最后的一个时刻，还搁咧讲话，伊毋是干那对彼得、约翰讲话，伊甚至嘛搁对犹大讲话。咱中间敢有人听无耶稣咧讲的话嘛？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会记得。每一摆咱就近礼拜堂伫做礼拜的时阵，毋是干那听牧师麦克风所讲出来这种的声音。其实咱应该静静听，上帝伫咱的心来甲咱讲：孩子，你来做礼拜很好。俊雅，你当倒来做礼拜，毋是干那牧师欢喜，上帝嘛欢喜。亲爱兄弟姊妹，愿主欢喜，愿咱嘛欢喜。阮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来听，因为耶稣伫今仔日的圣经讲，伊既然听世间人属伫伊的人，伊就听伊到世间的路尾。恁相信吗？无论什么种的经句，主耶稣用伊的听来陪伴咱，来扶持咱，来坚固咱。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圣神将耶稣伊的听静静就放伫咱的心内。咱甲耶稣讲：主啊，何等的甘甜，何等的甘甜！愿咱伫天父上帝面前，咱亲像约翰，咱亲像保罗，伫圣经内底两个将听上帝听讲了上清楚，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叫做约翰，佮另外一个叫做保罗。兄弟姊妹，哥林多前书13章。读到只有互主的听充满的人，伊才看会到主耶稣基督的听到底是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的听会当改变咱伫世间中间情绪的听，变做圣洁的听。愿主甲咱三个弟弟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问耶稣讲：耶稣，我知影你听我。但是我讲袂出来，主耶稣，我毋免讲，主你互我话出来，你会听得好。我毋知要怎样甲我的囡仔讲，但是我若听你，我的囡仔就知影我听你。兄弟姊妹，有时咱的囡仔无爱来教会做礼拜，是因为咱的听无够。何牧师无客气安尼讲，我毋是责备恁。当恁的囡仔若毋爱来做礼拜的时阵，恁爱代替主耶稣了解伊为什么伊无爱去教会。
咱来用耶稣的听，互伊得到鼓励。兄弟姊妹，咱会当无听耶稣，但是咱若无耶稣的听，咱的人生就足可笑。你同意吗？原来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我是一个喙齿钝、含慢讲话的人，但是主求你，互我活伫你的听的内底。无论我行到什么所在，人拢讲你为什么遮尔幸福？我要甲伊讲，因为我有主耶稣的听。愿主甲咱三个伫咧今仔日个礼拜，咱用即句三句的金句，交对咱一生的祈祷。主啊，你既然用永远的听来听我，主就互我经验，互我经历，互我领受。耶稣的听伫圣经记载叫做阿加佩。有可能耶稣当时咧讲我听你的时阵，伊并毋是用希腊文讲出来，因为耶稣习惯伊的讲道是用伊的父母话，照圣经的记载叫做希伯来语，还是讲叫做亚兰文、阿兰文。阿兰文内底无阿加佩这个字，但是后来为什么约翰伊咧写约翰福音书讲耶稣听上帝听世间人？伊竟然用阿加佩这个字来描写咧，圣神伫伊的心内感动伊，互伊所听的话被翻译过。伊后来深深知影讲，上帝的听伫这世间无人通比，所以后来伊就用即句话诚做新约的经文。所以兄弟姊妹，检查咱的信心还阁无够，咱真困难讲出耶稣基督的听。但是，愿咱用咱的欢喜，用咱的满足，用咱心内迄种的幸福，互人对咱的面的光通看到，这个信仰是真个活的信仰。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所听兄弟姊妹，今仔第一个我要甲咱分享的，就是咱用祈祷问上帝讲，问主耶稣讲，主耶稣你要甲我讲的，这个听。到底是什么意思？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伫今仔日个礼拜，检查咱听圣经、听讲道千百摆，但是有可能咱对耶稣的真捌，还阁真粗浅。求主耶稣用超越语言迄种的圣性的开力，伫今仔日来帮助咱。伊讲：恁现主是恁担，恁无法度。领会，恁无法度了解，恁无法度承担。我讲互恁听的话，恁听确实无明白。但是耶稣并无责备伊的学生的意思。伊讲：我要求天父上帝垂肯圣神，圣神要将我所讲过的话，搁一摆讲互恁听。所以兄弟姊妹，你愿意圣神对你讲话吗？我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我现在才含慢，已经几十年我伫教会出入，为什么我有真多的习惯、真多意念、真多态度，拢无容易改变？主耶稣为着你，我愿意受改变。主耶稣为着你的缘故，我愿意受改变。求你找见你的天使，找见你的圣神，将你的听放伫我的内心。所以兄弟姊妹，你若听无牧师所讲的讲道，请你原谅牧师。但是请你毋通放弃，继续用祈祷。你问天父上帝讲：你为什么听我？竟然找见耶稣来到世间，担当我的罪，死伫十字架顶悬。愿主帮助咱伫遐内心，也愿咱伫咱的安静祈祷的时。主耶稣出现伫你的面前，因为约翰听到耶稣讲：“我要听你到底的时阵，一直对17章到第20章，搁我的主耶稣入来到伫马可因兜，伫耶稣学生的面前，用搁我的态度来做见证。众人拢惊，着惊。我看到什么？耶稣敢毋是死去啊嘛？耶稣甲因讲：是我，毋免惊。伫迄个时阵，耶稣做一个动作，约翰足清楚。耶稣甲因讲：恁领受圣神吧，你们领受圣灵吧。
耶稣就对遐所有学生，甲因喷空气，喷一口气。约翰伫迄个时阵醒起来，耶稣所有学生领受圣神了，因的生命全然无共款。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讲，主想使我一口话开，主想使我你的圣神，然后你的圣神，我就无搁再软正。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兄弟，你愿意领受圣神吗？愿咱伫今仔日开始，一直到今年的圣神降临节，咱常常为着咱得到圣神的充满来祈祷，来做准备。拍开你的心，你若愿意拍开你的心，你就会经历到耶稣甲你三甲地定。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伊的圣神亲像2000年前，耶稣讲：“你领受圣神吧。”所以，兄弟姊妹，为着咱的心祈祷讲，主求你的圣神进入我的生命，无论是我的情绪，无论是我的思想，无论是我的态度，拢受到你的改变。愿你甲我三甲地定。约翰为什么了解耶稣伫这个所在甲伊讲的话？拄则牧师甲咱解说讲。有真侪圣经学者拢想要爱知影讲，伫2000年前所发生的代志，伊到底整个过程是怎样？所以有真侪牧师因真认真的解说耶稣的学生所拄到的故事。约翰了解耶稣所讲的疼，毋是一个真廉价的请安的话。耶稣当伊讲我听你的事，其实是讲我需要为着你死伫十字架顶悬。所以后来耶稣问彼得3摆讲：“你爱我吗？”兄弟姊妹，今仔日耶稣嘛将这句话来问咱。咱听到这个故事，咱检查会怪彼得讲：“你为什么遐尼钝呢？为什么耶稣爱问你3摆？”咱会怪彼得，好像就信心真无够硬，咱无了解。因为耶稣当时有可能，伊所讲的话就是希伯来语阿兰文，伊所讲的字有可能叫做阿哈。阿哈是伫旧约中间咧讲起上帝的疼。希伯来语甲台湾话甲英语同款，爱只有一个字，英语叫做 love， 台湾话叫做疼。但是希腊语有4种。一个叫做阿加佩，一个叫 Storge， 一个叫做 Philia， 一个叫做 Eros。所以耶稣当时问彼得的时阵，伊3摆定2摆。耶稣问伊讲：“你爱我吗？”耶稣是用一个足深的意思来问彼得。约翰听，伊该翻译做阿加佩。有可能当时耶稣是讲问伊讲 ：“Do you love me？” 你有听我无？彼得听无了解到底耶稣为什么安尼问。前2摆耶稣拢问伊讲：“你有听我无？”阿加佩，彼得拢回答伊讲 ：“I feel you, I feel you。”迄个意思就是我听你亲像兄弟。因为阿加佩甲 feel 这2个字是无共款，一个是无条件的听，一个是友情的听。耶稣问彼得讲：“你敢有无条件听我？你想清楚再讲。”但是彼得3摆拢回答耶稣讲：“我是你的兄弟，两肋插刀，甲你做伙，我听你。”约翰通过圣神的翻译，伊听原来毋是干那一个简单的 love， 听安尼尔。原来耶稣遮尔深来问我。所以后来为什么约翰才会伫伊的福音书内底写伊家己？伊无讲我约翰，伊用一个图像讲耶稣所听的学生，因为伊的一生互耶稣的听蒙着，所以无阁有另外一种的称呼，比耶稣所听的人更较幸福的回答。兄弟姊妹，有当时人的根据真有限，我真正知影。
要将上帝话亲像火在讲互恁听，有困难。愿上帝圣神怜悯帮助，亲自将这种困难讲会出来的听，讲互恁听。兄弟姊妹，听是经由经验来的，不是听由讲道来的。一路主听的蒙着的人，伊就死心塌地来对耶稣。所听的姊妹，希腊语内底听有4种，但一个牧师才解说。一种就是至高无上天上来的爱，叫做阿加佩；第二种叫做 stoge，stoge 这个字是指有血缘的听，亲情的听。你听你的兄弟，听你的父母。第二种的听叫做 philia， 就是人甲人中间无关系、无血缘，这种的友情的听叫做 philia。philia， 个另外一种 eros，eros 的意思就是情欲啦，男欢女爱，性欲的听，肉体的听。耶稣用这种的听，通过圣经的翻译，其实要引出咱，互咱各种的听。拢受祝福，无论是情欲的听，无论是友情的听，无论是亲情的听，最后拢变做一个神圣、真心上帝所欢喜的听。约翰伫圣神的帮助中间，伊听有耶稣咧讲：“我听你到世间的落尾。”兄弟姊妹，你感觉你主耶稣今仔日将这份听放伫你的家族，到永永远远？你感觉你的囡仔，亲像拄则牧师所讲，迄个牧师所讲迄个故事，迄个主持人的囡仔，迄个人的名叫做 Karl Barth， 是全世界伫20世纪中间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牧师。我尊敬伊，诚做我一生中间学习的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的老师。伊写作一册。但是最大的影响到伊年老的时阵，伊谦卑微微啊笑讲：“我一生只有一句话，耶稣听我，我知命，因为记载伫圣经。”所以听你姊妹，信仰无足复杂，信仰其实足简单，直来直去。耶稣听我，所以我听耶稣。愿主帮助咱过一个真简单、真单纯、真圣洁的生活。对今仔日开始，咱每一摆互相请安，讲耶稣听你的事，所听你姊妹。愿咱对心内上深有一种的祝福，甲咱的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的事，是咱带有足深的成分的祝福。愿主耶稣祝福我，愿主耶稣嘛祝福你。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伸出咱的双手，咱甲主讲：主给你满足我的生命，用你的听改变我。以前我听这个世间亲像 eros， 以前我听我的朋友亲像 philia， 以前我听我亲人亲像 stoge， 但今仔日开始，主予我有一种就是无自私、欢喜，足清楚，是我的理性。也是我的意志所发出，甲上帝讲阿们。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明白，这个听伫十字架顶悬真做完成。耶稣用十字架的听来听咱。我无爱讲真深，这个听会当医治咱，这个听会当讨帮咱，这个听会当改变咱的性情，这个听会当赦免咱过去，连咱家己都无法度赦免咱家己。迄种的糊涂，甲迄种的无知，愿天父上帝帮咱，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耶稣的听会当互你的生命改变。伊讲在爱中建造，伫听的内底受建立，伫听的内底受起造。愿主将这种的听放伫你的家庭，改变你的婚姻。愿主耶稣用这个听放伫你的家庭，改变你的亲子关系。愿主耶稣用这种听放伫你的内心，改变你的自卑感，改变你容易受气的情绪，互咱真做一个心内互主耶稣基督的听来改变的人，互咱的童年的创伤得到宽恕，
得到释放。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咱对情欲的痛变做信仰的痛，咱对情欲的痛变做圣洁的痛，咱对情绪的痛变做意志的痛。意志的痛就是讲，我欢喜、甘愿、奉献、牺牲。英语叫做 commitment。主啊，你为我死，我愿意为你来活。求主帮助咱，互咱的一生会当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痛。那安尼，这个痛代表什么呢？拄则我有甲咱讲，有伫希腊语内底有4种。检察约翰听到耶稣问彼得的时阵，耶稣并毋是用阿加佩甲菲利亚来讲，有可能真合理的解说就是，耶稣当时是用阿哈，英语叫做 love。你有听我也无？所以彼得才听甲无啥啥。想到你爱问3解，我就拢甲你回答了啊。你甲我问我讲你有听我无？我嘛甲你回应讲我有听你啊。鸡同鸭讲，因为后来约翰才知影讲，原来耶稣甲伊讲阿加佩，但是伊回答伊是菲利亚。鸡同鸭讲，为什么约翰会安尼写？是因为圣神帮助伊了解。当上帝来甲咱提出呼吁，当上帝甲咱邀请的时，有时咱回应上帝的时阵，是用人的理智，用人的想法，用人的起毛子来回应上帝。耶稣讲，想好好才讲，毋是情绪，是对你内心献做活祭这种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我个人感觉，今仔日这段的经文最重要有2项，咱需要祈祷。第一，咱需要甲各位主耶稣面对面。耶稣的学生若无看到各位主耶稣，因若无领受圣神，因的心也阁停留伫因的想法。但是当各位主耶稣进入伊的生命了，伊的生命改变。兄弟姊妹，毋是我改变恁，嘛毋是恁改变我，是主耶稣改变咱。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需要看到你；主耶稣，我需要你的圣神的帮助。所以，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邀请恁做2个祈祷。第一个祈祷，为着你的心，向主拍开祈祷。你甲主讲，主我要向你拍开我的心门。第二个祈祷，你甲主祷讲，主求你的圣神进入我的心内。兄弟姊妹，咱若拍开心门，咱就明白，主开始用伊的听，伫咱的生命中间，享受讲不出来的幸福。耶稣讲，这就是满足的喜乐。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通过这个祈祷讲，主我要领受你的圣神，主我要将我一生交托你。当我领受你的圣神，主啊，求你将你的灵，亲像你当时享受亚当。上帝创造亚当了后，上帝将迄口气分入伫亚当的内底。主伫今仔日的礼拜，主享受我一句，搁我的灵。你的圣神进入我的内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通过圣神的帮助。耶稣讲：我要求天父上帝，因为我的名就找见圣神，圣神要将一切的事来指示恁，搁要互恁想起我对恁所讲一切话。愿天父上帝圣神将主耶稣所讲过不能不说宝贝话讲互咱听。愿主的圣神对恁讲话，若毋是圣神，有甚物人会通互主的听来改变？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主将伊的听放伫咱的内底。今仔日咱的金句是记载伫耶利米书第31章第3节。在早，耶和华对以色列显现讲：我要用永远的听来听你。旧约只有一个听，只有一字，无遐尼复杂4字。啊哈！但是伫旧约后来翻做
希腊语的圣经，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所有真侪基督徒早期初代教会，因将旧约的圣经对希伯来语翻译做希腊语，阿合这个字就被翻译做两种的翻译，一种叫做阿加佩，一个叫做菲利亚。2000年前的约翰甲这群人，拢伫圣神的帮助中间，因听到差别不一样的地方。所听的姊妹，愿天父上帝的圣神今仔日讲互咱听，伊甲咱讲，我听你，我看你做宝贝，我看你做尊贵。兄弟姊妹，愿你对心中有互耶稣甲你尊崇，耶稣甲你鼓励，互你知影讲你的生命是有价值。愿你也用这种有价值的眼光来看你的囡仔，无甲伊讲你一生抽甲无路用，因为人的话有气力，上帝的话有气力。咱来常常甲咱的囡仔讲，我听你，天父上帝嘛听你。愿主甲咱三个弟弟今仔日的礼拜，互这种的翻译，就是圣神所带来，本地是一个情欲的听。是一种情绪的听，是一种感情的听。因为圣神的帮助，咱真做咱生命中间的特质，咱的品格，咱伫做面前，咱甲主讲，主我愿意，因为你为我死，我愿意为你来活。求主将这个听放伫你的生命中间，愿你的家庭也会当有上帝所重用的价值。这个人叫做考巴特。伊一生中间，伊教真侪传教者。伊伫一生中间最后一张批是写予亚洲的教会。迄张批的册名中间，迄个批的抬头顶悬伊写：你毋通搁在讲道讲迄种会互拄久的信息。一个真伟大的牧师，因为一生中间无要讲迄种只有真抽象，只有一个会互拄久的信息。英语叫做 No Boring Theology。伊讲所听亲爱亚洲教会的牧师兄弟姊妹，对今仔日开始，愿上帝教会内底无迄种互人会打瞌睡、死气沉沉、无聊的、抽象的，只有讲道理无活命的信心。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将真正的生命活水泉放伫恁的耳孔，亲自用伊的圣心。互恁对以后开始，人问你讲，你要安怎简单用一句话甲我讲你的一生？愿今仔日的圣诗397首，也真侪咱众人类似的见证。耶稣听我，耶稣听我，耶稣听我，我知影，因为已经记载伫圣经。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愿你的听对天降临，通过圣神，互每一个阮所听的兄弟姊妹，阮的生命拢得到帮助。用你的听温暖我的心，用你的听医治我过去所受到的辜负，用你的听想使我为着你兴起。一心一情，愿你的听，互我的生命得到改变。这是阮同心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这是请咱搁做伙起立来吟圣诗461首。我的信心若无定，请起立吟这首。请坐，这时请咱准备来奉献。
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咱今日真欢喜，有真侪真久无来德堂教会做伙做礼拜的兄弟姊妹，真欢喜今仔日恁来参与伫即个礼拜。所以即咱用即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咱嘛通讲耶稣听你，咱嘛通为咱家己祈祷，讲耶稣听我。咱用即条诗歌来做咱祈祷。一生中，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带咱脱离黑暗的关系，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心来祈祷，主当阮用祈祷的心唱这条诗歌的时，阮怀念伫阮北部出外的德教，伫中部、伫南部。主阮少年，阮愈北愈中愈南的德教，时间一过，阮的年纪年岁也渐渐加添。阮中间检查有人欠安，检查有人身躯软正，至圣的天父上帝，当阮安尼互相请安的时，愿主你的听对天降临，伫每一个阮久久无见面、互相笑脸出外的兄弟姊妹。主啊，嘛求你怜悯帮助阮中间世事老人，因的心神有搅扰、有苦楚、有郁卒、有忧闷、有看路。主求你安慰因的心，互因的心勇健、心快乐，肉体安然徛起。主帮助阮教会中间有人伫病痛的中间，特别是老兄弟。主求你，互每一个伫病床顶悬听候恢复健康的阮的兄弟姊妹，愿主你的恩典加添阮肉体的亏力，你的恩典成就阮的医治的记号。主帮助阮教会士大人。阮的长辈，互阮的士大人，因伫因的生活中间有主你的恩典，每一日日子怎样，力量就怎样。主你互因伫年纪年岁那加添的时，因生命的尊严、心中的喜乐也那加添。至圣的天父上帝听阮恳求，主愿阮唱出耶稣听你的这条诗歌的时，伫网络顶悬甲阮做伙同齐做礼拜无熟悉。毋捌见面的兄弟姊妹，愿主你的听进入云端，进入因的生命中间。主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愿你的听丰富阮的生命。我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咱甲喜乐保院的咱的兄弟姊妹讲，耶稣听你吼。咱嘛真欢迎，今仔日真久无来到德堂教会，对北部对外地倒来吼，愿耶稣会听甲恁三甲弟弟吼。开学祷告吼，咱来请咱主日的囡仔恁甲恁的家长吼，甲恁的囡仔做伙好无？咱来陪恁的囡仔伫开学中间，咱来陪恁的囡仔祈祷。咱来请主日的孩子进到礼拜堂内底。来头前吼，进来到礼拜堂来，大家拢上台吼。你会当甲恁的囡仔好无？陪恁的囡仔，若是恁的囡仔要开学祷告，恁来陪因做伙祈祷吼。
往上走，往上走哈。来，往前，往前，好，上来哈。好，这边往前面好吧。即咱用陪伴的心，咱来为着所有也有囡仔伫咧读册即阶段的家庭，咱奉耶稣的名来祝福因吼，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恳求主你怜悯帮助，祝福每一个阮教会，还搁伫求学的过程顶悬小朋友、大朋友，主你互因有你圣神的同在，赏赐你不但是有智慧。也恳求天父上帝赏赐因有圣神所带来圣洁的话语，伊的圣神甲伊相甲伫地。主啊，将诚心常好来祈祷，是天父上帝你祝福每一个囡仔，互伊伫成长的过程顶悬，我有圣神的记号，至圣的天父上帝有你互因伫成长过程顶悬，因为圣神带来因的品格发展顶悬，会当健康完全。至圣的天父上帝，我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我是恳求你的圣神，每一个囡仔，伊会当你圣神的祝福的内底，伊的灵魂体拢得完全。至圣的天父上帝，我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多赐照顾，互因不但有宽大的身躯，也互因会当有宽大的心灵，甲迄个梦想，由天父上帝圣神甲伊相甲伫地。我恳求主你甲伊同在，至圣的天父上帝，我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保守。互因伫求学的过程顶悬有充足的智慧，会当了解伊所学习的课程。至圣的天父上帝，我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若伫因将来所面对真正关系学校，伊会当真做所有青年的帮助甲祝福。主啊，因所到的所在，也因为因受祝福。至圣的天父上帝，我感谢祷告你，愿主你的圣神特别甲所有的细囝同在。至圣的天父上帝，我感谢祷告你。至圣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恭恭敬敬，将所有的细囝拢交伫你的手中。主，愿将阮的囝儿、查某囝拢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互因诚做你手中所重用的器具。主，赏赐你对天然来的荣耀尊贵，互因会当活伫你的荣耀甲尊贵的内底。我咱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加油，耶稣爱你们，哈！加油，耶稣爱你们。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好无？亚泽生日吼，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咱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吼。亲爱的弟兄姊妹，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哇！你今仔日记得2摆呢，耶稣爱你，吼！主，阮将亚泽交伫你的手中，主嘛将仪容。将玉玲姐、将玉伟、将陈怡玲、将叶贤兄、将白玉燕姐、各陈瑞、各有雨兰、白庆、怡柔、甲美秀，交伫你的手中。至圣天父上帝，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因伫生日的时，注意用你的稳定的油抹伫个头壳顶，互因的生命的杯是一个丰盛、佮甘甜的杯。主伫因每一日中间，求你的圣神甲因同行，互因捧起生命救恩的杯，会通甲主你同行，享受每一天上帝你甲因陪伴甘甜的福音。至圣天父上帝，阮将所有生日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愿主你施恩赐福，祈祷我给所有圣名，阿门。生日快乐，上帝祝福你们。咱来请师傅来报告哈，咱请。这是来报告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3 8点伫礼拜堂，早经班拜六有透早9点甲暗时7点半伫线上。圣港服侍后礼拜司会是胡素基执事，
雅西是青少年团契，苏琴是陈美秀姐妹，苏宪甲招待是总红人执事甲我本人，爱餐请尤雅丽姐妹，新眼光读经表甲每日灵粮，请咱照听书表顶面的进度来读。具体交通，第一本主日礼拜爱餐了后要举行咱2月份的中职会，请中职来劳部出席。第二，亲爱的兄姐平安新春过后，早间的聚会要对2月24个重新开始，有2个主题，欢迎大家做伙来读圣经。第一是遇见神的灵修，伫个拜六早起是9点，等大家加入了后，牧师会搁甲大家讨论是毋是有搁较方便的时间。另外一个主题是我当如何行才能有幸福的生命？要伫礼拜六暗时7点半，欢迎大家做伙来读圣经。第三，2月23是士林区联合礼拜，要伫士林教会，请兄姐来踊跃参加。教会要伫7点20来出发。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是有错误的，请咱按会计人员来更正。大多数项总共有5项，记载伫咱的周报顶面。请咱照咱的大多数项将伊放伫大道中。即是请咱搁做伙来念上言的信息511首，学咧老上帝至权至尊，临时刷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